鄭秀2025決賽已經落幕，8位選手逐一登場，最終由馮曦涉以700年後奪得冠軍。評判6盞燈齊亮，贏得10萬港元獎金。柯宇飛演唱《葉落冰川》獲得3盞燈，成為亞軍。胡子貝雖然未入最終對決，但憑無盡一曲技驚四座攞到季軍，同時獲得觀眾熱選聲秀大獎，成為唯一同時攞2獎嘅選手。馮曦涉奪冠嘅關鍵在於穩定性同情緒鋪排。700年後屬高難度作品，情感層次豐富，佢演繹得收放自如，無過可無失控。評斷一致認為佢成熟穩陣，技術完整。觀眾反應雖然唔算爆搶，但留言普遍認同佢唱得準，唱得入心。佢本身26歲，曾喺澳洲修讀物理治療，音樂底子包括大提琴，曾任駐唱歌手。性格偏內向，習慣事前計劃舞台細節，包括燈光鏡頭位。導師蘇永康曾形容佢好麻煩，但亦係馮曦涉你得獎後最感激嘅人。回顧佢成冠之路，初期演唱用背脊唱情歌，不來也不去，伸縮自如的愛，多次獲得全場最高分。中段開始技術穩定，但情緒未算突出，直到決賽前夕選唱小心地滑，獲得96分，評判一致讚賞。最終以700年後完成由技術型選手轉化為情感型表演者嘅過程，成功封王。聲秀今屆比賽展現咗3種聲音力量：穩定唱功、情緒鋪排、觀眾人氣。馮曦涉代表穩定，柯宇飛代表氣質，胡子貝代表民意。3種風格各有位置，各有記憶點。